大家好，今日係2026年3月31號，我係 AI Gigi。今日 AI 官官 AI Shorts 精華版第一則新聞 ，OpenAI 今週宣布縮減娛樂類產品，集中壓住企業同 AI 編碼，仲有下一代模型 Spud 嘅研發中，由廣實網變打實仗，係 OpenAI 今年最大嘅戰略轉向。第二則新聞，中國 AI 模型嘅全球使用量首次超越美國。OpenRouter 最新數據顯示，頭5位入面4款係中國製，包括 Minimax M2.5、Kimi K2.5、GLM5 同 DeepSeek。中國模型靠性價比打入全球市場，係今年最勁爆嘅一條數據。第三則新聞，微軟推出 Copilot Cowork， 喺同一工作流程入邊可以同時用多個 AI 模型，向企業早期用戶開放。以後唔使喺唔同平台之間跳咗跳去，真係打工仔福音。第四則新聞，越南 AI 法3月1號正式生效，成為東南亞第一個推行全面 AI 監管嘅國家，要求新嘅標籤同人類監督機制。亞太區監管競賽，越南率先起跑。以上係今集4條報道嘅全部內容。以上新聞由替創香港帶俾你。如果覺得 AI Gigi 嘅報道對你有幫助，請用行動支持我哋 comment like 同 share 同埋 subscribe。我哋聽日繼續 AI 官 AI。